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串联到台北、新北、基隆甲桃园4个县市的坐运3环6线。新北市政府伫4年内完成3线通车，伫全台湾是走第一。新北市政府讲，未来会继续积极来建构坐运的路网。目前是6线拢做伙咧动工，目标是2030年每10万的市民会当享有3座的车站，要互新北市甲东京、甲首尔有同款的实力。列车伫咧轨道西向前串联北北基桃的1分3环6线，有新北市政府的推动之下，4年内完成3线通车，新增加26公里含26座车站，伫咧全国是排头名。我们的新北环状线15.4公里，在2020年的1月通车。通车当年的运量来到了4万的旅次，在疫情之后的去年，运量已经创造营运来的新高，达到4万0875个旅次。新北幸福列车那达标4年3线，营运的成绩嘛不真好看。亲像淡海轻铁日3线会通车时的营运长度7.3公里，一天运量9000人次，较今年8倍，营运长度来到32.45公里，一天的运量7.3万人次，旅运量直接增加。我们会往北延伸到基隆，往南这个延伸到所谓的这个桃园，所以未来我们的基隆捷运跟我们西东线的整合，还有3线线完成以后，连接到八德站，那跟这个桃园的捷运线来做连接。新北捷运6线计划，即马捷运三用线、板台中和线、新北树南线、南北环线、十东线和淡海轻铁第2期当伫咧赶工。未来新北会搁再增加51公里48座车站，目标伫咧2030。会让每10万的市民享受到3座车站。整个都完成起以后，我们有168个车站，就会达到每10万人4座车站。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持续努力的目标。新北明前伫咧起1分串联北北基桃，和民众坐车更加舒适兼便利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